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4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代替的观光列车名1号互观光白讲，这个月12日内对车库出发的时阵，有1节的车厢无挂起哩，负责检查人员也拢无发现，一直到7度才甲伊补挂1节起哩。交通部一直到早起呢，伫立法院互问到的时阵，才知影有这件代志。那这帮车满分是10029分，影响有上百人遐济。这日主题行程被将近200代替并1号观光列车12为7度站变走环驶出，到树林吊车场的时阵，发现漏挂1节车厢。卫生时间继续驶甲南港站准备，另外派车将客车车厢为7度9甲南港补挂，列车到慢分约半点钟。代替证实这代志是11暗时7度吊车场负责客车车后变组同事50行车电报所负报单，变组副站长也无落实检核。我今天才知道这个事情。My God！ 那这个我想我确实是刚听起来感觉是不可思议了哈。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再请那个台铁哈，针对刚讲它整个的标准作业程序哈，再来检视看到底是哪一个环节错了，或者是要再增加 double check 的一个功能。另外，民众党体委也提出各种记录积极，台铁为改善并购道系统各种功能，用4.8亿买并购道加登记1414套。不过，除了到即马完成报告3成，也阁无法度正常成功，加登记一直出问题，严重影响行车安全。112年到113年，就一直就是连续的。就是发生事情。这个案子我们的合约的规定是在明年的7月，现在正在加紧的建制中。那目前已经有做的，听说可以通过验收的只有30%。目前已经装上去哈，装上去就是在使用的哈，接近400具。台铁回应为今年9月底已经完成396套有意向对要求立即上改善，目前完成进度6成外，小可较慢，会照气候规定监督厂商。另外为预防并购道事故，台铁9月开始新制度上路，若并购道出现高经信息，列车拢要伫并购道头前停车，平均增加2分外钟，停等时间引起旅客怨言。也为10月优化 SOP， 先去通报调度员、甲油司机员现场决定了回报现况中心，减少停等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解放军搁再宣布，这联合来检治空气数比的军演。总统府今早起呢，随调开着这国安高层会议。总统赖清德也指示相关单位要应对，强调面对着外部威胁，有信心、有能力守护国家安全，请民众就要放心。那美国国务院呢，也针对着中共军演表示关心，也讲这中国的军演唱声真有可能甲局势升级。不过，这上届新的消息是伫咧暗头6点的时阵，已经宣布军演结束。中军搁再宣布，伫台海周边展开联合利剑2024美军演。总统府透早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杜英泰，也甲国安团队第一时间掌握共军的动态，由赖总统指示相关单位处理。面对外部的威胁，我政府会持续捍卫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有信心也有能力守护国家安全，请国人放心。我们也会再仔细观察，说它会不会扩大。会不会延长？有关于那个军事的这种议题，那我们当然也会跟友盟国家保持密切的沟通。那我相信我们台湾在这一方面受到的这个支持是毋庸置疑的，完全无视我政府释出的善意，也无视台湾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我们希望中国大陆要正视中华民国客观事实的存在，要正视台湾人民对于民主价值与生活方式的坚持。陆委会强烈谴责中国，外交部是批评中国是破坏区域稳定的麻烦制造者。美国国务院对强军伫台海军演表示关心，佮讲中国以军事挑战回应台湾年度演讲是无合理的，并可能引发局势升级，呼吁中国保持冷静。日本政府嘛表达正关心，不过除了武汉，中国国台办嘛宣布认真查核2化人民举报的台湾顽固分子算数了后，决定依法对联电创办人周新成、民进党立委辛必勇，也个民间组织乌心学院实施制裁定界。Chinese are reckless, and President Biden has said if they mess with Taiwan, they'll mes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o I hope that Xi Jinping hears that message because both for Taiwan and for our security throughout the region,
We will not tolerate Chinese bullying. If you lie, your nose gets long, like Pinocchio. The Chinese lie all the time, and their promises are worth nothing. 基本上做这些事情呢，越来越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啊，这种进行恐吓的行为，实际上。 这个是19世纪的霸权行为。美方专家学者拢无乐见中共对台施加压力，认为中国一直恐吓台湾人民、威胁民主的做法只有反效果。不过嘛，提醒台湾要注意中国做出意外行动，并为上歹的情况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 对这届中共军演甲台湾包围，不过这国内线、国际航线暂时是无受到影响。这宜兰外海和花东外海也有一寡区域呢，拢是伫咧演习范围内。渔民也烦恼讲会受到影响，暂时无要出海。台东的渔民也讲，若准当到这军舰因拢会闪开，讲到这届这中共军演呢，也影响到咱的股市。台股早盘落上8点，不过最后呢是起73点，收伫咧22975点。 天气白摆，暗过宜兰南方河渔港所未少渔船无出海，因为宜兰外海部分区域伫强军联合地验指控指数比演习范围内，原本伫附近海峡作业渔民烦恼被影响，尽量卖出海。也是会担心啊，也是会有所警备啊。有在那边海域，我们就尽量不要出港。 台东富港渔港渔民在整备船只，花东外海共款部分区域伫强军演习范围内。不过当地渔民强调一切正常，不过大家拢真有经验，拄到困难拢会回避。金门海峡虽然无伫演习范围内，不过金门区渔会共款呼吁渔民出海爱保持警戒。啥物啊？通报就到舞台啊。系啊，爱通报啦。看咱警卫都伫对拄到因啊。出海的时候有碰到类似这一个大陆的军演、前炮艇或者是军舰集结的时候，要及时回报我们的电台。强军演习区域虽然将台湾包围，不过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航空暂时无受影响。交通部表示，会继续掌握航机动态，确保飞行安全。面对强军军演，民众正常生活，不过也烦恼经济可能受影响。 不会恐慌，因为反正我们就一样生活，所以还好。假如它更加强的话，可能对我们的经济会有不良的影响吧。强军军演冲击市场信心，14台股开盘震动，万落超过100点，不过10点过后陆续有尾盘进场，盘中转做起超过8点，要起到23000点，最后起73点，收伫22975点。开市同款由变达转升，收盘台票换美金是32.168，升达7点4分。行政长杜荣泰指示各部会注意股汇市价治安治安。 这一个讯息在上个礼拜市场可能心里已经有所准备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围台军演呢，几次下来之后呢，市场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其实已经逐渐就是有把它淡化掉。如果它军演一直持续，有点类封锁航道的话，我们后面会比较有一些信心上的危机会跑出来，这个是需要去防护的啦。 学者表示，朝鲜半岛情势升温，以色列多边开战，致使中东局势紧张，俄乌战争也未停，若台海阁发生冲突，全球经济恐惊受冲击。美方如何协助台海局势稳定是重要观察指标。记者综合报道。 中共今仔日对台湾发动联合来舰比演习，一名中国的偷渡客呢，是趁台海情势紧张，早起伊就驶这丘陵船，想要去到金门的民护署。金门的这海巡警官随甲查落来，怀疑是结合中共军演，利用船啊偷渡进行铺设地带侵略。台亚立委就伫咧烦恼讲，认为中共就是伫咧试台湾，敢发度来应对这款多样态威胁。 一个穿蓝色救生衣的中国籍查甫人，上手叫海巡警员白安安，准备押回调查，因为伊互人掠到想要偷渡金门的民护署。中共10时对台发动联合利剑美演习，中共军机舰为台海相关两岸情势紧张。金门虽然无纳入演习区，不过一个中国偷渡客早起驶救生艇，想要航向大大岛甲历史中央的民护署。金门海巡甲陆军金防部民护署守军，同步掌握海面小型目标开往民护署。海巡采取海上拿查加环节主动，顺利伫民护署掠到人，带回辽罗港调查。围台军演之际不排除为结合对台军演以小艇偷渡的方式进行灰色地带袭扰，
那海巡署于全面提高戒备。海巡初步调查，偷渡的查某人为漳州出发偷渡到金门，怀疑是结合对台军演，用救生艇偷渡进行侵扰，而且伫救生艇顶悬有找到现金药啊、后衣啊、吊钩啊，也有大洋甲人民票现金，是准备好再来。这一起偷渡的案件，当然我们也会怀疑，它就是在测试我们海岸防线的状况。这种多样态的威胁非常考验跨部会的及时协调能力，在应对中共海军、海警跟民众偷渡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法源依据。立委认为偷渡时间点在中共军演期间，恐惊是测试台湾敢有法度同时处理多样态威胁。观察今年偷渡案件，将强军舰艇长姓黄的查某人，6月驶快艇直通淡水河，9月又发生中国籍查某人过救生艇到南口，反映台湾海防漏碰的忧虑。它的雷达反射截面是非常低的啊，就不太会反射雷达，所以你用雷达去观测啊，再加上它速度很慢啊，这天生就有一个困难哈。那你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用望远镜啊，或者是夜视仪啊这种东西来观测？理论上啊是 OK 啊，可以。问题是这样的装备啊，它有的时候是故障。专家分析，中共可能利用偷渡案件对台操作心理战，打击国内民心士气。目前紧爱做的是提升海巡人力，增加监侦装备，强化科技监视。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名西班牙的查甫人呢，伊伫咧意大利涉嫌犯着租车诈骗案，这金额上无有新台币10亿较济，因为伊偷走出境，互国际刑警组织列做是红色通道对象。进前也有风声讲，这个嫌犯呢走了到台湾，而且已经有5年遐长咯，而且呢，伊佫伫咧台湾开餐厅含公司。移民署昨暗时通知伊到案说明，依照违反出入国甲移民法规定，要求伊着要限期离境。一个伙仔出去佚佗，无管是小琉球、饶河夜市，四界拢流露欢喜的相片，看起来像一般外籍人士来台旅游。双方也出身份特殊。这名西班牙籍查甫人奥纳德是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道的对象。移民署13通知伊到案说明，佮要求限期离境。涉犯重大犯罪之事实，恐有危害我国利益、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余，影响社会安定。已构成入出国及移民法第18条第1项第13款规定，得禁止入国的情形，依同法第36条第2项规定，得予以强制驱逐出国或限令出国。奥纳德涉嫌伫意大利犯下汽车遭受诈骗案，金额达到10亿台币。随后，伊走出境，踮伫台湾已经5年，捌经营餐酒馆、几啊间公司。2019年，西班牙媒体也捌报道，租车诈欺案负责人奥纳德伫台湾开公司，一直到最近才方逼出身份，凸显台湾的外交困境。现在没有西班牙或意大利有司法互助的这样协定。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们没有参加国际刑警组织，所以对于这些在国际上流窜的这些罪犯，我们没办法去掌握它。不过，因为奥纳德伫台湾有完有未成年假期，移民署予伊安排照顾时间。不过，学者认为要求奥纳德出境的理由，也可能因为欠更较确实的司法依据，后手恐惊会造成其他问题。政府伫参与国际组织的把柄，要更较加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东山有一个渔民出海掠鱼，昨下晡有划船人员发现到伊的渔船啊，就停伫咧南方澳渔港的北边，船顶阁无人，怀疑这个渔民已经跋落海，早起是继续找人。直升机甲渔民的渔船啊，伫南方澳啊港内来来去去，因为一个东山乡姓间的渔民那像跋落海，海船甲渔民持续出海，希望赶紧找到人。两三你2点左右入港啊，你把市场交伊啊。哦，天光光的时阵去找就找无啊，你天黑搁较免讲。这个姓间的渔民，伊的渔船啊成功号。昨日下晡去互巡逻的人员发现，船啊伫咧南澳澳外渔港北边北环的内底是停留上久。经过调查，发现船顶无人，联络家属打电话互这个姓间的渔民，嘛联络袂到。随伫港内开始找人，透暝找到呾，还是找无人。也伫港内成功号，那像因为弄着岸边船破空，地出几只船全并去。并依照搜选优化系统，分别于南方澳渔港周遭以陆海空扩大方式搜索。目前仍未发现船长，探尽速寻获失踪之船长。海巡人员讲，专案接到通报了后，随派船舰甲无人机去搜救。
在南摩欧附近以陆海空扩大搜查，希望当赶紧找到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进程呢，领导是讲卤肉，或者是讲控肉咧。这中华县政府进前捌举办这控肉饭上高食比赛，被分钟来食5碗控肉饭，看啥人食上紧。不过也医生指出讲，过去捌举办这款食上高的比赛，就捌发生违破康意外，县政府不应该带头举办这款的活动。大家一喙接一喙认真扒饭，这是中华县这个月12举办的控肉饭高食比赛，看啥人会当上紧伫8分钟内食5碗控肉饭。现场也有分免钱的控肉饭，活动声袂少人参加，但是就医师指出，高食比赛对健康有败坏，县府无应该排带头。要不健康的吼，要消化的好，应该是要慢慢细嚼，咱的唾液跟食物混合，那消化也较好嘛吼，一下子。吃5碗量其实是太多了，咱的健康来讲较无好嘛吼。医师指出，一般人胃的容积是1.2至1.5公升，若是食伤过量，上严重可能会胃破空、胃出血。但是毛民众认为活动真趣味，参加的人家己爱评估身体状况。县府表示，比赛迄一日拢有医疗团队伫现场掌握状况。袂歹啊，免钱的饭好食啊。好玩就好啦，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我们不要以名次参与我们彰化的活动，然后吸引游客啦来我们彰化市游玩。这次控肉饭大胃王的活动，主要是以活泼的方式来行销彰化的控肉饭，因此定调为趣味竞赛。现场也安排有医护人员待命，并且也投保了保险，以防万一。县府强调，活动事先拢有提醒民众爱准则，安全第一。大家对高食比赛意见，因拢有听到。未来若办活动，会纳入各界意见，详细思考举办的模式。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讲到这南韩用无人机飞入去到北韩的领空也宣传单，北韩政府即摆决定讲要来处理这件代志咯。官方的媒体报道讲，北韩国防部向边境部队下命令，若准发现到这南韩的无人机飞入来，就该击落来。也若南韩军方是搁再发现讲，北韩为着要甲南北韩的交通接复断，上紧伫今仔日就会甲这京畿线也搁东海线铁路绑复断。相片内底当看到一个白色三角形的物体飞伫空中，这是北韩表示翕到南韩无人机飞到北韩首都平壤的天顶散布宣传单的相片。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骂南韩的行为是严重的政治挑战，而且对北韩领空主权的侵犯。暂时个传出北韩国防部已经向边境被破冰部队下令，伫暗时8点之前建立高度戒备，加强监视空中。若是发现南韩无人机，一紧就会甲无人机拍落来。 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 국방성대변인이 조선인민군 총참모부가 국경선 부근의 보병연합 부대들과 중요 임무 수행 부대들의 사격 준비 태세를 갖출 데 대한 지시를 하달한 데 대하여 발표했습니다. 北韩勇士表示，金正恩讲到南韩传单认为上严重的问题是无人机进入北韩领空。官方媒体呼吁南韩应该爱即时停止这款有可能引发武装冲突、造成双方战争的不负责任又个危险的行为，会对无人机进入领空采取报复行动。另外，对北韩宣布为7月开始要封锁连接两韩的铁基路甲公路，南韩军方则是公布已经观察到北韩准备炸掉连接两韩的京畿线，还有东海线铁基路。 일단 도로에 가림막을 설치해 놓고 그 가림막 뒤에서 작업하는 것들이 식별되고 있고요. 그 도로를 폭파하기 위한 준비 작업들을 하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빠르면 오늘도 가능한 상태이고 또 북한이 공개한 대로 폭파도 할 수 있을 거라고 생각을 합니다. 另外，在两韩相接的道路面顶，南韩嘛发现北韩正在准备爆炸设备，暂时无清楚有倒一寡道路会互毁掉。南韩军方呼吁北韩保持克制，表示若是南韩民众的安全因此受到威胁，就会向北韩进行报复。江西新闻台是董炳耀。 讲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是无停歇，以色列13顿着攻击，出现上届严重死伤。黎巴嫩真主党13暗出动无人机攻击以色列中部一座军事基地，造成4个以色列士兵死亡，超过60人受伤。另外一方面，为着要预防这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美国的拜登政府宣布会提供以色列沙特飞弹系统，甚至伫咧以色列要来部署美军部队。
救护车载受伤的人13人，紧急赶去以色列北部海法的病院进行急救。位于以色列中部边亚米纳的一座军事基地，当地13暗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至少造成4名基地的士兵死亡，另外超过60人受伤，其中真侪人伤势严重。这也是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相信一波冲突以来，以色列遭遇上惨烈的一般伤亡。נפגעים, נפגעי רסיסים, נפגעי עדף, נפגעי חרדה, שלל הדרגים, ואנחנו נתפלל לשלומם. 真主党表示，13暗7点左右，因派出一批无人机，针对以色列基地发动攻击，保护以色列车集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空袭。迄日造成黎巴嫩22人死亡，117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会调查安怎真主党的无人机进入领空的时，躲过雷达系统，无吸到基地的警报。以色列另外一个战场加沙地区，以色列13个空袭，各造成至少40人死亡，其中包括13名儿童。过去9日，以色列对加沙人民营的空袭，各夺走至少300条人命。也毋过，美国拜登政府13证实，为了防止以色列和伊朗报复，美国会移交一组先进的中端高空防御飞弹系统，个叫做萨德飞弹防御系统到以色列。美国国防部也表示会派遣100名美军到以色列。也毋过，飞弹系统甲美军什么时阵进驻，也有待确定，分析真伪。萨德飞弹系统一旦进驻以色列，防御范围更较远，压缩意识更较强，中东局势会更升悬。南韩进前部署萨德飞弹，因为设定攻击中路2个，引起双方反弹。中国2017年甲南韩迄当时的文在寅政府达成协议，美国加部署萨德飞弹，才平息纷争。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13伫咧加州造势时阵，维安人员呢有伫咧现场抓到一个诈骗的查甫人。那另外一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何锦丽，也批评包括川普在内有几多名共和党人士，针对着访台讲一寡假消息，影响着救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去到加州科切拉举行造势活动。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选情紧张，维安人员也拢身经病案。13日造势活动会场外的检查站逮捕1名查甫人。What we do know is he showed up with multiple passports with different names, an unregistered vehicle with fake license plate, and loaded firearms. If you're asking me right now, I probably did have deputies that prevented the third assassination attempt. 这名49岁拉斯维加斯居民，赛季代步注册黑色的车，挂家己做的车牌，车顶已经有戴好枪支的枪机，甲大量枪支盒仔互逮捕。这已经是7月川普伫宾州遭到枪击受伤，甲9月。伫非洲面临要防暗杀了后，第3摆有人想要暗杀伊。川普伫随后演说中批评民主党候选人何锦丽伫担任加州检察长期间的记录，加为第三世界引进移民罪犯。Kamala Harris and the radical Democrats have destroyed this state. California's really it's a paradise lost, but we're going to bring it back. Don't worry about it. We're bringing it back. It'll happen fast. We'll stop the murderers from coming in, the drug dealers, everybody coming into California,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另外，何锦丽是中返北卡罗来纳州，批评川普在内的几位共和党人，针对警方一直散布假消息，可能造成民众真歹得到救命信息。And one may ask why, and I think sadly, frankly, the motives are quite transparent. To gain some advantage for themselves. To play politics with other people's heartbreak, and it is unconscionable. Now is not a time to incite fear. 而且过去川普一直认为提前投票甲邮寄投票是危险甲意图诈欺的方式。不过伫竞选最后阶段，川普团队却当咧鼓励选民量早透过邮寄投票，更努力使受到飓风影响严重的北卡罗来纳州会当有更较侪投票的方式。公司新闻电为您编译。
前总统蔡英文访问欧洲已经去到捷克了，今仔日出席公元2000论坛开幕典礼，和捷克总统帕维尔小酒问的时阵，蔡英文特别讲到帕维尔2年前当选总统的时阵，因捌讲电话，这回总算是见到本人咯。蔡英文伫论坛也用透过民主团结克服威权威胁做主题发表演说，分享到台湾经验，也呼吁民主国家阵营伫咧军事、经济等领域，大家爱团结合作，也欢迎各国继续来访问台湾，表达支持。So nice to see you in person. Yes, thank you for the phone call 2 years ago. 甲捷克总统帕维尔握手问候，前总统蔡英文出席公元2000论坛开幕典礼，不少参加会议的嘉宾嘛特别向前介致意，因为这是蔡前总统伫2004年了后，搁再亲身到庭参加。今年论坛主题是证明民主的决心甲韧性。捷克总统帕维尔伫随时阵就特别点名中国，伫台海议题爱小节的。I consistently urge major global powers, and especially China, to use their influence to promote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is means not backing Russia's violent campaign, but also showing restraint in Taiwan Strait and addressing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t home. Taiwan stands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assault. The most recent action taken is China's announcement earlier today for a military exercise called Joint Sword 2024B.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Taiwan has faced constant intimidation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which has tried every possible way to annex Taiwan. 蔡英文以透过民主团结克服威权威胁的主题发表演讲，分享台湾经验，讲到中共持续威胁，想要用各种的方式并吞台湾，所以台湾一直强化全社会韧性，透过选举证明民主对台湾来讲是唯一的选择。Apply pressure on those who engage with Taiwan, while our friends and partners have remained undeterred. Unity and cooperation among democracies became most essential. Democracies need to send the signal that intimidation and use of force against any member would result in serious consequences. 蔡英文指出，台湾甲欧洲民主化道路正共，拢是因为有人站出来对抗独裁政权，所以更加了解民主的珍贵甲脆弱。伊呼吁民主国家阵营应该爱伫军事、经济各方面团结合作，明确传达，若是任何成员使用武力威胁，拢会有严重后果。最后，蔡英文嘛邀请各国友人来台湾访问。I still want to end by inviting you to visit my lovely country. Don't worry, you'll be safe. 公司国际记者刘玉婷捷克布拉格报道。已经停20年的高雄往回马祖航线，今仔日宣布开放，在1月会启动高雄首港直飞马祖南港机场的包机，1礼拜有3天，初步规划10个航班，未来争取逐天有固定航班。因过呢无直飞航班，高雄和马祖之间的交通拢爱先去台中或者是台北，上无就爱开4点钟以上。去年马祖在地民众发起连署争取超过5000人支持，连江县长王中平表示，伫马祖的南部乡亲超过2000人，除了推展观光，予南部乡亲登去顺利，登去处理搁较顺利。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表示讲，这航班已经是20年无开了，这呼吁交通部协助，会当有固定航班。最近有民众对这旅行团出去观光，说或者领队烧了，回来到台湾说是无得听好申诉。观光署即摆也定出着旅行业性烧了防治处理参考指引，已经发公文给相关的工会，也要求讲这旅游业者着爱有申诉的管道，那种有必要爱依法协助被害人报警察，和确保旅游的安全。一个旅游客去年12月参加日本旅行团，所发生领队伫讲解旅程的时阵，甲日本人洗温泉讲甲真色情，还有各种不同言论。事后旅行社发声明回释的，表示代志查清楚进程，袂阁互这领队带团。观光署这个月草订旅行业性骚扰防治处理参考指引，要求业者应该就所属的公共场所甲公众会使出入的场所，包括旅程中甲旅游目的地，避免性骚扰发生，而且应该采取适当的做法。不管是旅行的工作人员，甚至旅客，甚至业者，
都能够站在这个法条上面去伸张自己，去注意自己的权益啦。那依照相关的程序来进行申诉的管道。关务署讲，指引依照性别三法制定，除了保障游客以外，旅游从业人员所属公司，嘛应该设立申诉管道保护员工。若发生性骚扰事件，除了降低当事人双方互动的机会，还佫避免报复，以防搁再发生。若是旅游行程发生性骚扰事件，应该依照旅行业者家己制定的应变处理作业程序办理，必要的时阵协助通知警察机关。旅游业者认为，旅游从业人员好亲像性骚扰人客案例属有少数个案，因为领队导游伫受训的时阵，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以外，嘛会说明性骚扰是袂使触犯的天条。这个咨询受训的训练课里面都有讲得一清二楚，旅客投诉有这样的情势的时候，基本上在公司的话呢，这一位导游或领队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永不录用。我们也呼吁业者，根据这个指引呢，来采取了建立申诉的管道啦，或者派专人处理啊，或是甚至呢来这一个制定有关的一个防治上的一个措施了。消基会肯定指引会当互旅行业者伫面对性骚扰事件，一旦有一个处理的依据。较早其实原来有旅游从业人员去互人客骚扰的案例，才有这个指引，嘛会当保障从业人员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年，这青少年的自杀案件是愈来愈接发生。根据着卫福部的统计，自2023年15岁到24岁，每10万人就10.9个人自杀，而且这自杀率呢是逐年拢伫咧增加。针对着这款的问题，今仔日有教育、医疗专业领域，也有民间团体甲美国医疗专家做伙来讨论，面对着青少年的情绪障碍问题，要安怎甲因帮助，也有帮助这教育现场的老师甲家长做伙来陪伴囡仔成长。网络时代，人人拢有手机啊，甚至即马真侪青少年拢有长期使用手机的问题。有美国心理师表示讲，网络手机是现代造成情绪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建议家长减少互青少年使用手机的时间，一天莫超过2点鐘，困进前的30分鐘嘛莫使用。上重要的是，家长爱对家己做起。Since spend too much time on the screen, self-esteem and confidence decrease when they compare themselves to the artificial virtual world. 根据卫福部统计，2023年15岁到24岁，每10万人都有10.9万人自杀，而且自杀率是逐年增加。台湾灵智功能促进协会甲民进党立委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爱搁较关心国内情绪障碍的特教生，避免情绪问题造成悲剧发生。你发现以后，你就勇敢去找出问题，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减少后来那一端产生比较严重的忧郁、焦虑，然后还有说自残，最后才有自杀。目前我们看健保署的资料，青壮年的精神医疗使用的增加趋势，105年到111年，那15岁到45岁的精神科就医率从74% 增加到95%。协会也表示讲，真侪家长知影家己的囡仔有情绪障碍的问题，亲像自闭症、过动、注意力不足，甚至是更较严重的忧郁症，常在无愿意带囡仔去看医生，因为惊家己的囡仔甲人无共款，互人无好的印象。这个现象将有可能会影响后续照护的问题。立委和美国治疗师也强调，治疗情绪障碍儿童也是青少年，毋是一个人的责任，需要医生、家长、老师、社工做伙合作，建立一个全方面的照护网。记者张家琪、曾俊佑台北报道。伫咧高雄，若阵住伫咧5楼以下透天厝或者是公寓厝的人，就要注意哦。这高雄市今年8月修正火灾预防住地条例，主体呢拢爱装这火灾警报器。目前也有要到1成民众厝内面是无装的。即马是看到期明年9月开始推动，限期若准无改善，就爱甲你罚钱咯。半暝即间地厝外火烧，消防人员伫烟雾内底找出导火的所在。附近的民众是听到水电车的水滴仔声，才知影爱赶紧逃生。因过即款老透天厝也是公寓火烧，无装主体的火灾警报器，若是民众闻到烟，可能就受困伫火场内底走袂去。安尼会使。你要了解这一装这是要创啥，毋是？破错的，毋是看好看的。讲你民厝内七早前装的火灾警报器，里长表示，里内拢是40年以上的老厝，
这几年配合消防局发警报器，互公务阁有透天厝。庄里卡会发生火烧的灶卡，也是楼梯间。即马除了教里面安怎设施，嘛爱提起着领着警报器的民众爱赶紧装，因为明年9月份若无装主体火烧警报器，就会罚钱。阮兜装2粒，装喺倒？装伫咱的这个啥人个算天花板遐，这种物件安全性嘛是爱发，系啊，爱发啦。咱高雄市即马差不多有67万户，即个5楼以下的公寓啊，甲透天。那安尼差不多有5万户的即个市民朋友还袂装即个火灾警报器。啊，若是明年9月份，你若是还袂装，经过咱消防人员的劝导，上少会当罚6000至3万块。消防局统计，自111年到今年9月份，高雄市总共有54件老公寓因为有装主体警报器，保全性命甲财产。毋过，还是有5万户无装火灾警报器，提起住伫老公寓甲透天厝的民众，用早起消防分队申请。毋但要收到罚单，嘛保护一家伙仔的安全。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桃园今年推广偏心倒滑这倒滑的专用道，毋过有民众指出讲，一条路短短580公尺，这双向设过的偏心倒滑，颠倒造成塞车。交通局表示讲，目前全市设126个偏心倒滑的路口，平均等待时间是减超过8秒，因会继续来检讨改善。车路车来去袂少，这段延平路是平镇重点往来的重要道路，为中丰路口、德育路口到康乐路口，短短850公尺双向设过的偏心倒滑，部分使用率无悬，反倒来造成上下班时间大塞车。可能自己是为偏心而偏心。画的当然是比较好，比较安全啊。问题是说这马路不够宽啊，会塞车啊。对啊，到时候只要上下班的时候，车子很拥挤。常常堵车，从中丰路口一直堵。它因为左转弯道要等红绿灯等很久，那边的车道的车子就一直堵到这边来，以前都没有这个现象。针对偏心倒弯，有人批评部分路段引导做画线画伤短。赛车人特别到路口才看到，根本袂符反应。交通局回应，桃园市6都为疫情靠正成长的都市，暗过道路交通环境大部分是老旧都市计划，为解决交通塞车问题，可能用下减路径、车道删新或者是打图中央分隔道这方式增加长久长度的倒滑附加车道。以肇事数据显示，每日的肇事从0.67件降低至0.36件，显示偏心左转亦可作为改善肇事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交通局表示，去年开始推动偏心倒滑路通计划，为改善大点式路口拓展到沿线路段整体规划，优点扩大到线。目前完成160个路口改善，整体平均停等时间降至8.87秒，会继续检讨兼顾地方需求，甲路口通行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初9下晡4点，屏东雾台大埔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发现一只台湾乌熊吊伫咧山猪吊遐。这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收容中心和族人做伙去抢救，经过锯脚底的手术，目前这只乌熊状况是真稳定。详细细空喙，互陷阱业伤的头前骹已经有整起来的状况。这只无细腻、踏着陷阱的台湾乌熊，9号下晡出现伫屏东雾台大埔部落边仔的原住民保留地。部落巡守队马上通报林保署，展开救援行动。先确定它不会跑掉的情况下，我们就马上去分组，把整个山头再去巡一遍，看看母熊是不是在附近。因为如果有母熊在附近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受困的乌熊因为体型较细，族人一开始怀疑是细只的乌熊。救援的过程拢咧警戒，经过屏科大野生动物收容中心详细检查，确认是亚型体母熊，体重大约20公斤，徛起来悬度大约1米。只前脚因为受困陷阱已经断去，11号动手术，目前状况稳定。观察后悬的状况了后，才决定是不是要野放。如果在山上发现黑熊，我们现在就是误捕黑熊，那即刻通报的话是可以免责的。那这部分呢，我们也要再去呼吁，就是族人或许也有按照惯习来申请狩猎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使用我们的改良式猎具。屏东雾台大埔部落伫今年12月发生枪杀乌熊，各用记者在画面引起社会关心。
屏东检方去年起诉涉案的9个人，部落嘛伫去年透过林保署的辅导成立乌熊巡守队，希望会当伫传统文化和动物保护有一个平衡点。记者李尚陈坤屏东报道。嘉义县为着要来推广台语的使用，今年第2季的嘉义台语季以欢迎收听做主题，要用讲故事的方式推广台语，也要介绍在地文化甲故事。主办单位伫活动开始进前呢，佫有举办这志工的培训，要互大家拢会当透过课程学习用台语讲故事的能力。以食为主的俗汉语，老师念一句，下骹的校员就接一句。家己台语季的活动，主办单位邀请老师来教活动志工学台语，有人教思维的念法，嘛有教讲话本的美感，拢是希望是大人会当担起传承台语的责任。虽讲是讲，阮是讲互囡仔听，毋过坦白讲，阮讲的是讲互大人听。大人当然要安怎引带囡仔来明白台语这个部分，我感觉大人是较是主角。是当然毋讲，事实当然愈无机会讲。咱用这个时代来看事实来讲，安尼效果应该会较好啦。因为母语就是咱母亲的语言啊，所以我想要把这个母语的感动传承给我的囡仔。上课的校员讲，台语的学习有腔口、文字、拼音真侪学问。透过这届台语季志工的培训，会当做一届来学，佮会当协助台语的推广，是一件真有意义的学习机会。今日的活动有教台语，啊嘛有教要安怎翻，啊嘛有讲要安怎教，啊要安怎讲，我感觉这拢最有兴趣的，所以今仔日来听这个活动。虽然你看无台语汉字也是拼音，但是伫口语这部分呢，大家拢会当一寡新的也是加学过，会当讲台语的故事互大家听。家己台语季的主办单位表示，今年除了有利用网络的方式讲故事以外，阁有伫图书馆来讲囡仔故，请记的师傅来讲坎坷的故事，阁请表演团体来演故事，要透过文化的角度，带民众来体会台语的日常生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新北市淡水行政国小的老师呢，带学生囡仔去到农场，用台语认捌卡白笋，也互囡仔实际体验这卡白笋对种植收成佮安怎煮，咱做伙来看卖。古堡农场用台语来小解卡白笋，是咧带小朋友落去参与挽卡白笋。现场的小朋友台语是拢讲甲写叫，哈老师讲，逐礼拜母语教下，即个学生囡仔的台语是愈来愈练长。伫礼拜的时阵，感觉日头足大，感觉足辛苦。啊有足侪卡白笋，但是无伫遮。应该是伫遐。每周1节的本土语课程之外呢，那孩子们在家因为家里的长辈，那一起来学习共学。较开就会让伫到家。卡白笋挽起来，农场虽穿好卡白笋的 BBQ， 真侪小朋友是头解知影卡白笋大一支剥壳了后，就那甲亲像骹腿同款，白白佮短短。农场希望用趣味的台语导览，互囡仔了解卡白笋的成长过程。小朋友因学的台语嘛是有学，啊毋过较少，所以我会为较简单的开始，比如讲卡白笋为虾米叫做卡白笋？伊的壳可能是白色的。鲁宝农场特别小解红凯卡白笋是三芝、淡水、金山的名产。这届3道2风台的灾情，互卡白笋着损失减要4成。新北市农业局希望民众会当趁休困来东北角佚佗，顺续试食一寡在地的卡白笋，用行动支持受灾的农民。记者调查林玉凯新闻报道。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星南太空船第5届试飞，本体上计是爱后9月，不过煞甲时间提早到美东时间10月13，而且对第1节的这推进器太空船分离，到最后推进器落入到地面回收，规个过程是拢真顺利。不过这发射的过程出现碳排放的问题，到时阵真有可能会限制发射的数量。T-5, 4, 3, 2, 1. 伫 SpaceX 员工的欢呼声中，强调美国有史以来上大载运飞机的超大型推进器，为德州上南边的波卡奇卡基地升空大约2分40多秒了后，试飞上重要也就是太空船顺利甲推进器分离。Ship engine There's start up. Most engines cut off. Stage separation.
booster Stage separation, hot stage separation confirmed. 分离了后，成男继续飞一段路程了后，降落伫印度洋海峡。到伫发射了后，大约6分40秒，自推进器重新登到地面的时线内，高点度部分飞机引擎来降低速度。Booster coming in hot for booster catch. We're gonna ignite 13 of those Raptor engines, and this view is incredible right now. You can see how fast this vehicle is moving on the left-hand screen. Landing burn has been ignited. We're now down to 3 Raptor engines. We can see those chopsticks now in here. 心内第一节自推进器有33区免侵蚀的引擎，成功的是火力全开，推力会当达到7440万吨，是一般中型客机的700倍。每一颗升空会当搭载150吨的真管甲装备。伫 SpaceX 的计划中，自推进器登到地面发射台了后，就由发射塔吊起另外一个星链太空船，连接到自推进器的顶面，就此达到真紧回收使用和发射的目的。另外，星链太空船最近可能的用途，除了同时将大量的星链系统的卫星送入轨道，也会当作为大型太空吊架升空的载区。欧美太空总署打算伫月球建立研究基地的想法，就载量充足的星链也有发挥空间。也毋过，美国联邦航空署 FAA 发布 SpaceX 的飞行许可书规定，当年发射的碳排放上限是97300多吨，也就是当年大约25摆。离马斯克想要星链一年升空900摆的目标有未细距离。公司新闻持家人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24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3度到3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4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0度，澎湖金门马祖对23度到30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